讲到倒食茶叶件事情哦，虽然我是家有嘅习惯，应该当人民人爱享用。早晨头放起来家下，我先是一杯滚水，洗下以后，我就会知道我嘅肠胃啲嘅甜痛，规则嘅嘅精神咩较好。唔过咧，要用办法补足规日嚟嘅水量，所以先采自家中意嘅鼻液啦，也系茶干，或者在下嘅滚水当中，用调位水果片，像柠檬啦，也系甘嘅，安尼唔到啲嘅，也嘅水量就会变较多哦。接下來我老大家來分享到嘅機型係樣板，亦係非常實用嘅機器。樣板先講咯，我一下就講到樣板咧。係假使講有一個問題家下想要問事情，就會用到一個機器，像係一套料理樣板煮咯。也會按樣板去考試之前按樣板來準備，都係一個機器應用嘅方式。客家話。樣板，樣板，華語的意思是如何，如何。南西煙強樣板講，樣誒，樣誒，樣板，華語的意思是如何。手裏愛樣板變輕鬆。手裏愛樣板變輕鬆，華語的意思是憂慮要如何放輕鬆，憂慮要如何放輕鬆。南西煙強樣板講，手裏愛樣誒變輕鬆，手裏愛樣誒變輕鬆。樣板，華語是如何。當天愛樣板變輕鬆，當天愛樣板變輕鬆。華語的意思是非常生氣，要如何放輕鬆？非常生氣，要如何放輕鬆？南西煙強樣板講，該天愛樣誒變輕鬆。該天愛樣誒變輕鬆。樣板，華語的意思是如何。見狀愛樣板變輕鬆，見狀愛樣板變輕鬆。華語的意思是緊張要如何放輕鬆，緊張要如何放輕鬆。南西煙強樣板講，緊張愛樣誒變輕鬆，緊張愛樣誒變輕鬆。一下學方言樣板使用樣板一隻機器。接下來，再來看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實際多多嘅時節，做啲樣板運用一隻機器。阿媽老阿娘哦，討論好日啉水嘅計劃。佢就開始來執行，不過阿明呢心情都像受到地位影響。佢說呢日啉水當中一條健康養生嘅方式，又係有呢條機會會用到樣板一隻機器咯。